欢迎收看《台语真认真》，大家好，关边。大家好，我华视在地新闻的主播林玉珍。今仔日吼，你我有闹交一件代志，因为我袂去挂目镜来上班。你袂记你挂目镜，所以踮面看一下，安尼足近的。我爱安尼较看有。安尼才看有，所以大家甲体谅一下。嘿啦，可能乍着我缘投的面的时阵，大家爱体谅我。无紧啦，三不五时甲迄缘投的面小扎一下，嘿，安尼才袂互遐侪人对你痴迷。好啦，好无？好，今仔日小委屈一下。咱今仔讲吼，台湾的社会吼，愈来愈开放，愈来愈开放，愈来愈进步。是，我感觉这是一件好的代志，因为咱对着国际的潮流，就去行。嘿，其实吼，咱台湾同性婚姻这件代志，已经开放要一档啊。对，到5月17都要满一年。是，其实政府吼，行政院吼，伊有做一个调查。台湾的民众内底有53%的人对这个立法跟这个政策，伊是感觉足满意的。就是台湾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，这件代志真侪人满意。是，而且佫有一个统计哦，听讲吼，你家己的职业场所，是，敢勇敢甲大家公开讲，我是同性恋的这个员工，比例愈来愈高。是，本来是27.3%，今仔变偌济？今摆增加到38.1%。哦，这进步的比例足大呢，吼。有愈来愈侪人，是，勇敢，是，来向大家表明家己的身份。是，家己行出来。嘿，所以呢，所以讲，咱台湾真正是足可爱的一个国家。是啊，咱华视嘛足厉害啊。真正，咱华视将来都袂对这个同志有啥物无共款的眼光。是，咱嘛来是用这个双手来拥抱。来甲因哦，无共的人，甲因笑笑啊，吼，甲因鼓励啊，是啊，拢袂讲用迄无共款的眼光去看人无目的。是啊，是啊。所以华视是一个真友善的职业场所。是，对。是，所以有足侪拢足敢表现家己，对，足侪员工拢敢表现家己。啊，因为实在是安尼啦，台湾吼讲实在，莫讲台湾，我感觉全世界拢差不多。是。以前迄个社会总是较保守、较传统。是啊。对无？所以呢，对无法度接受这个查甫的爱查甫的，查某爱查某。你若针对这款的人吼，拢会安尼讲形体啊，讲笑体啊，讲酸啊，讲口水啊。是啊。尤其佫有一寡台语吼，哦，讲甲迄同性恋讲个足歹听吼。是啊，伊是听起来较歹听，应该是讲伊较不符合现代即马即个潮流。当然啦，因为这社会啊，整个世界开放到一定的程度，开放到咱台湾拢变亚洲头一个，对无？同性的，对哦。所以讲以前这歹听话吼，都唔通阁讲啊。但是为着要互大家了解以前的历史，所以咱特别吼，有咱的小编甲一个老师戴顺聪老师，伊针对这个对迄种同性恋的一寡较早的台语的形容词吼，甲咱做一个整理。啊，咱为这个台语词吼，会当了解过去迄个传统的保守的社会，哦，对同性恋的迄款较无友善嘿的讲法吼。啊，咱今仔日嘛是会讲一寡较新较符合这潮流的讲法。啊，咱为较早开始讲起。譬如讲，这个查甫囡仔安尼，伊就查甫的哦，但是伊表现出来吼，就是迄查某的爱讲安怎？查某体，伊讲伊是查某体，这就是人笑体嘛。查甫的就查甫的，讲人是查某体。啊那同款的道理变过来，这个查囡仔呢，都查囡仔呢，但是伊拢安尼好，大辣啦安尼吼。大条筋，大条筋的，即可能吼，咱就会讲伊安怎？查甫体，讲小体讲下做查甫体，这拢是对以前迄种吼中性的，较女性化的男性，对，或者是较男性化的女性，咧讲形体一个台语词，啊，搁来。你若讲一个查某的，一个查某的做伙咧做迄種愛做的代志，咱来講笑講，迄因是啥？抹鏡，係抹鏡的，啥叫抹鏡？抹鏡，因為咱像講，就是講一個查某甲一個查某兩個做伙安尼。你兩個查某安尼咧做
以下的代志的时阵，就像诶，你一个查某徛伫咧镜内底，伊遐咧无啊镜款，因为两个人看起来，两个人看起来就是拢共款啊。无一个查甫，无一个查某。应该上主要就是查甫甲查某咧做伙的时阵，就是天衣无缝，对吧？对。就是就歹，对吧？是。但是呢，害羞，你害羞，红记记，你看你。那是查某甲查某做伙，就是。对不？就是袂捌字啦，袂捌就对啦，就像行咧磨安尼啊，所以有另外一种讲法来做石磨啊，石磨啊，嘛是石磨安尼咧磨，安尼咧磨，安尼咧磨，还是安尼咧磨，石磨啊是我会记细汉时阵佫捌看过，伊就是一个物件伫遐咧磨啊，伊会当甲迄米放落去啊，磨做豆奶，啊无就是米奶，所以这叫做。女同性恋的讲法，啊那男同性恋的哦，是啥？讲话做卡啦，卡，查甫甲查甫做伙讲做卡。卡这个物件吼，因为就是卡喏，伊内底有迄一个无平嘛。因为卡就是咱以前咧讲的是讲迄盆子、面桶啊、面盆啊，啊无就是头锅，迄种物件。啊，迄卡底有无？嘿，做成查甫人的尻川。尻川被。啊查甫人看查甫人，尻川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。对，啊所以啊你是毋是讲查甫甲查甫做伙就亲像两骹的骹斗做伙？是啊，所以就是咱会讲骹。所以来咧笑体这个男同志就会讲是骹。嘿，啊无就是骹身。骹身。嘿，骹身。啊，嘛讲对较查某体的人来讲，伊是阿官。阿官，嘿，阿官。这种较早咧讲笑体的啦。是啦。但是咧。但是今麦袂使啊。袂使。今麦迄种，嘿。因为其实吼，你也你凭啥物咧讲笑体？系啊，对无？因为人嘛是自由恋爱，对，咱袂当去分讲你爱查甫还是爱查某，因为这拢是人选择的。人的自由。是。我要爱查某嘛，阮兜的代志。是啊。嘛，我的自由，我要爱查某嘛，我的代志。你嘛无迄个权利去甲乞求。对，是。说得好极了。是。讲了伤好，足好诶。正义。掌声鼓励。谢谢。对。啊，我跟你讲吼，其实吼，咱即马咧讲同性恋的时候，同性恋，咱会当直接翻。同性恋。同性恋。但是我感觉吼，有一个名词咧讲同性恋，吼，感觉足混乱诶。啥物？叫做同性爱。同性爱。love。听起来就是安尼足混乱诶吼。是啊。充满着迄种。爱意安尼吼，同性爱，同性爱，同性爱。啊，另外一个，你嘛会当直接讲港性恋，港性恋，赞。啊，另外一个足重要的，足新的词。你讲咱即摆讲，我勇敢出柜了。出柜，台语边仔讲？出柜，台语来你来。我感觉咱大家网友吼会当思考一下。对。思考出柜，你边仔讲？这嘛是咱的老师甲咱教的，对是啊。咱这位戴顺聪老师甲咱讲的。嘿。出柜，柜子，柜子的台语边仔讲？拄啊，拄啊，啊，咱为拄啊行出来，所以叫做行拄，是出柜啊，做行拄，也就是另外一个讲法啦，做出拄，出拄就是一只花嘛，啊，行拄就是有一种咱人为拄仔内底行出来的感觉。为什么要安尼讲呢？因为伫这种较早保守的社会啊，你若比如讲我是查某，我搁爱查某，这是一个秘密。啊，我甲我这个秘密，甲我迄个拄仔内底，甲我迄个秘密的情形藏伫拄仔内底，我唔敢来互人知影。啊，所以当有一天我勇敢来表明讲，我甲我这拄仔内底秘密公开的时阵呢，就是出拄。行拄出柜公开，互大家知影。系啊，所以这是出柜的台语叫做行拄。行拄，用台语不要讲。出柜台语叫做行拄。马赛讲叫做出拄。出柜 ，OK， 好。咱其实吼，咱做遮尔侪集，拢咧讲同志、同性恋的遮个物件的时阵，咱就是特别要甲大家讲吼，强调这个性别平等，是，对吧？大家拢是平等的，袂当去歧视任何人。你歧视任何人，你就莫遐歹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你有可能会互
出征。没啦，咱台湾已经吼算跳一大步啊，因为就进步真好啊。是，嘿啦，希望大家拢让平等看待任何人，看待任何人。对。后回这时间继续随看咱的台语真练堂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滚一边，咱台语真练堂改版哦。第一，台语真练堂要变做台语真练堂哦。第二，咱会推出双语的字幕，大家不管是介意华语还是台语的，拢会当来看哦。第三，咱会对调上时行的代志来介绍生活中常使用的台语字佮台语词。第四，除了伫华视新闻面册以外，华视调台的面册，佮华视台语频道 YouTube 拢看得到哦。所以你会记爱起赞、订阅加分享哦。拜托拜托，进来订阅，拜托拜托。